各位15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大吉利539。來看3月26禮拜四開出號碼14、17、20、24、37。來頂一期3月26，10粒無出牌號碼，有9粒號碼無出來。繼續來看3月27，淡水提供10粒無出牌號碼，互大家參考看覓啊。01、07、09、12、16、19、23、28、31、35、01、07、09、12、16、19、23、28、31、35以上這10粒號碼，互大家參考看覓啊。感謝收看。